想親親大自然，今次有設計師帶大家參觀天水圍 Wetland Seasons Park 第一期一個兩房單位。單位喺唔改動間隔嘅情況之下，全屋裝修只係用咗20萬。嚟到咗廚房嘅位置，因為戶主要用翻發展商交樓嘅標準裝修，所以我哋就喺個工作台面不足嘅情況下，增設咗個吧台作為一個廚房嘅工作台面。咁而且平時可以作為一個食飯台啦。咁為咗可以增添個靈活性，我哋增添咗個活動碌，可以方便平時可以移動嘅。而且個櫃體嘅下方作為一個儲物櫃，增加收納。嚟到客廳，唔好以為呢一個組合櫃平平無奇，原來佢好多機關㗎。我哋呼應翻女戶主要求堂係輕且風嘅，我哋運用咗淺灰色啦、金色嘅條子元素啦、紡雲石嘅紋理啦，作為一個點綴。咁喺個用途方面，我哋係一櫃4個用途嘅。咁第一個用途咧就可以擺戶主中意嘅小盆栽啦、飾物啦同埋相架嘅。咁第二個用途咧就係作為一個收納嘅空間啦，喺個 TV 嘅後方做一個儲物櫃嘅。電視機採用伸縮架，除咗可以方便戶主調校睇電視嘅角度，仲可以移開電視，善用後面嘅空間。咁第三個用途咧就可以掛個 TV 櫃嘅。咁第四個用途咧就做咗個活動式嘅飯台啦，可以成張台拉出嚟容納4至6個人食飯嘅，作為一個多功能嘅台面。行到去主人房，喺入門口嘅位置，我哋作為一個飾物櫃同埋手袋櫃，再加埋拉挺可以帶出個層次感。行入少少，我哋有個香水櫃啦，都係加埋拉挺嘅。床頭櫃我哋都加埋拉挺嘅元素，同埋青鏡、灰鏡可以帶出一個空間感。喺個梳妝台嘅位置，我哋特意留空咗作為一個坐凳啦、軟墊，可以方便平時戶主整理而用啊、梳洗嘅。咁去到床頭櫃嘅位置，我哋留空咗大概係16寸個闊度嘅空間，可以方便戶主可以擺一個小型嘅旅行篋，咁作為一個收納嘅用途。經過走廊入到去另一間細房。我哋嚟到咗細房，咁細房係一個書房同埋客房嘅用途。咁喺設計方面細心留意下，我哋運用咗淺灰色嘅條子、白色嘅元素，呼應翻客飯廳嘅設計。咁喺個用途方面，下方我哋作為一個反較床嘅設計，可以方便親戚過嚟留宿嘅用途。